提出加價嘅申請啊，並且有追溯期嘅，引起咗唔少市民嘅關注甚至不滿啊，認為當初政府凍結兩間巴士公司提出加價嘅申請，只係緩兵之計。高呼口號，拎住標語，抗議兩家巴士公司嘅加價申請突然獲得解凍。有網民組成嘅團體澳門良心嚟到交通局門口抗議，咁佢哋就質疑舊年交通局暫時凍結3家巴士公司嘅加價申請，只係緩兵之計。反對設追溯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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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佢講過咧，就係市民咧就係普遍接受咧，就而家嗰個巴士服務咧就係改善咗啦。但係問題在於就係話，我哋從來冇見過咧，就有一個公開嘅數據顯示咧，第一巴士服務咧係改善咗；第二市民係普遍接受巴士服務改善呢一個事實。團體仲批評交通局唔單止舊事重提，重啟咗加價程序，更加令人難以接受嘅係今次嘅加價居然仲要追溯到舊年嘅6月，升幅仍然都係舊年提出嘅3%。唔可以話汪文局長或者佢嗰個團隊話加就加，話減就減，因為佢哋如果經過立法會就會有一個公共嘅監測嘅過程，可以令到公眾更加知悉到佢嗰個合約入邊嘅條款內容。呢個係我哋認為將來改善呢啲咁嘅公共事務，佢哋收費調整嘅最好嘅方法。舊年政府曾經同意3家巴士公司可以加服務費2%，不過喺社會一片反對聲音之下，先至暫緩巴士加價嘅申請。不過事隔不足半年，其中2家巴士公司嘅加價申請就獲得交通局嘅解凍，更加可以享有8個月嘅追溯期。我華衛視記者馬永飛張亮澳門報道。民生議題，我哋再嚟關注嘅係政府早前亦都有宣布。